上主万军的统帅啊，我愿意乱无你徛起的所在，我愿意脚步上主的殿院。我的心神，我的肉体，应我的上帝求叫，欢喜唱歌。咱奉主的名，做伙伫遮来敬拜。请咱即个时阵来吟圣诗178首。阮爱上帝圣殿178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时阵，咱做伙下头来祈祷。万军灵的上帝，阮的天父，阮的主，愿感谢阿多你。阮伫清早的时，愿看见遮尔清朗的天气，看到遮尔清的天，看到草木，看到阮的四周围是遮尔清楚，阮就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阮知影。无一项事是偶然发生，有上帝你咧安排，互四季运转，照时落雨互阮，也使互阮有够额的日头，来互阮的心神得到活泼。虽然天气炎热，总是也互阮会当因为炎热来感谢上帝，因为你有使互阮有凉爽的天气。伫阮患难的时，阮也笑念上帝你使互阮的时。阮心就心存感谢甲懊恼。做阮即个时阵，阮特别要为着第一摆进入你的教会，甲阮做伙伫遮做礼拜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使阮祝福、保守、感动因。愿圣神你来亲自对因讲话，互因伫第一摆甲上帝你相亲近的时，就会当对圣神来得到启示。主，阮也要为着阮众兄弟姊妹，今仔日早起无受到阻挡，伫心神肉体拢得到自由，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你，来献上感谢。因为阮知影，这毋是简单的事，这也毋是阮家己有法度家己决定的事。这一切的背后，有上帝你的奇妙的恩典带领祝福，互阮会当真自由、真欢喜、真快乐，来到圣殿来唱歌，来读圣经，来听你的道理，来条件你甲主你相亲近。主，阮也要为着今仔日伫即个时阵心艰苦、心操烦
带着因伫世间的劳苦重担，进入伫圣殿的兄弟姊妹，阮特别为因来祈祷。恳求主，你即时就透放阮所有一切重担，互阮所有的目屎来得到上帝你甲阮切去，互阮对上帝来得到信心仰望，互阮看见头前的亮光，知影上帝你咧引带保守，你是阮的关台，你是阮及时的帮站。主，阮也要为着阮全台湾来仰望上帝。主，阮将台湾当作是一个无道友带到伫你的面前，因为阮知影有超过90%阮的同胞也毋捌你，因还搁咧拜其他的神明偶像。主，阮为着这个事，阮伫你的面前悔改认罪忏悔，因为阮所做实在是无够格。虽然阮少年教会伫这个所在已经106年久，总是阮所做的也阁是淡薄，阮还阁无法度通。将上帝你的福音广传伫台北市，广传伫全台湾。主，为着这个事，阮恳求你赦免阮，愿圣神你来主导，你来带领阮，互阮伫福音的事工的顶面，会当做会当结果子侪的事工，互阮无做虚的工作，互阮无亲像咧对空气来拍拳。互阮会当所做的，拢会当下伫上帝你的旨意。伫阮所做无下你旨意的事，恳求你来帮阮来活倒转，互阮会当归应伫你的正路。主啊，阮也要为着阮全世界所发生的种种的动乱，所有的天灾地变来仰望上帝。互阮会当尽阮做人的职责，互阮会当管理上帝你所赐互阮的这个地球。互阮这所有的特殊顶面，拢会当尽力来恢复伫上帝你起初所设立的迄个特殊。主，阮要为着香港因所发生的动乱，阮伫遐来仰望上帝。互双方拢会当对上帝来领受迄个智慧甲听，伫遐的所有的抗争，拢会当得到真和平的结局。无搁再有伤害，无搁再有死伤。主啊，恳求你主你的公义伫迄中间来彰显。恳求主你啊喜乐，你的恩惠。今仔日是阮教会纪念普世宣教事工的纪念主日。阮少年伫150年前，主你差遣遮尔侪的西方的宣教师来到极东方的亚洲、台湾这个岛屿的顶面，遮所毋捌的遮另外一个种族的人，伫遮来分享上帝的恩典，来宣扬上帝你的福音，来设立教会，互阮的祖先有机会来听见福音，来归信伫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独一真的上帝。代代伫遮来传。伫遮来宣扬上帝你的福音，互阮会当搁较侪阮台湾的同胞来分享上帝你的听。主，阮所做无够格，阮需要上帝你来激励奋兴阮，互阮的心智每一个人拢会当对圣神来得到鼓励，互阮将宣教来当作是阮教会上重要的事工，互阮无看轻，互阮知影。设立教会，毋是为着要设立是一个团体、一个俱乐部。互阮知影，设立教会是为着要宣扬上帝国的福音，互阮全台湾阮的同胞拢会当真侪上帝你所听的子民。主，阮要为着台湾的前途仰望上帝。阮知影，只有主你的公义彰显的时，台湾要真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岛屿。阮要为着过去的年日，台湾对上帝所领受遮侪的福气来献上感谢。恳求主，你施恩赐福阮头前的道路，互台湾愈来愈健全，台湾愈来愈有意义伫这个地面上。主，阮这个时阵要阮恳求上帝，你容允阮伫确定阮礼拜中，阮要甲主相坐倒。求你的圣神来感动阮，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对阮每本身伫过去的年日，互阮的所做所想无下主旨意的，互阮会当伫这个时阵来忏悔、认罪、悔改。你有互阮有机会来归应伫你，互阮会当对你来得到迄个安慰、扶持、甲坚固。
主阮的祈祷永远无完全，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阮做伙来祈祷。请咱掀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4篇，咱做伙来交托启应文第4篇，也就是诗篇第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上的百姓，用别的神替换耶和华的，因献奠火的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额。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的欢喜。阿门。咱这时阵要个吟圣诗201首，救主听痛的声，救主听痛的声，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愿徛伫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圣歌队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所吟的诗是我的心神着学乐主。我
愿咱用心神学了上帝，愿一切荣光归伫伊。咱即个时阵要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9章第8节到17节。旧约圣经创世纪第9章第8节到17节，伫现代中文译本第10页。上帝对拿阿甲伊3个囝讲：我现在要甲恁的囝囝孙孙，以及地上所有的动物，就是遐个甲恁对船里出来的精生飞鸟立约。我应允恁所有的活物，绝对无搁互大水消灭，无搁有大水毁灭大地。我互我的庆伫云里出现，这立约的永久记号。这约是我甲恁以及所有活物立的。庆是我甲世界立约的记号。无论什么时阵，我伫天顶铺云彩，庆伫云里出现，我就会记得我甲恁以及所有活物订立的约。大水无搁毁灭所有的活物。当我看见庆伫云里出现，我就会记得我甲恁、甲地上所有活物所立永远的约。这就是我甲世上所有的活物立约的记号。以上是上帝的话。这时阵咱要请主任牧师、蔡正的牧师来传达上帝的信息。伊所要用的题目是拿阿第3讲，请咱安静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拿阿的故事，互咱的启示。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庆的约定。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恳求你，这个时刻帮助阮，修使阮有属天的智慧，会当明白你的话，有信心照你的话去行。主啊，阮即时要静静听候。求你对阮讲话，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前一站有落大雨的时阵，拢感觉大雨实在是真无方便，因为落雨的时阵出入拢真无方便。落雨了，涂骹拢真侪这落雨梅互这雨水嘛带来真大的破坏。所以真侪人袂爱落雨。但是，若落雨了，咱若往天顶去看，咱有时阵会当看见到有一个真水真水的星伫天顶。当咱咧看这天顶的星的时阵，咱嘛会问讲：为什么天顶会出现这个星？当然有真侪无共款的解说，会当对科学的方式去解说。但是今日圣经来咱讲，这个星。是上帝甲咱立约的一个记号。咱看见着伫古早的时代，以色列人就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天顶会有星？因为列祖就来讲，这是上帝甲因列祖拿阿立的约定。亲像咱几个礼拜进前所讲的，拿阿的时代全人类拢邪恶，所以上帝做一个决定，要用大水来消灭伊创造一切。但是伫这个消灭的过程中间，上帝依然有恩典。伊竞选哪一家人，命令因来做一只大船，互所有的这物种会当进入船内底来延续这生命。这是上帝恩典。就安尼，这大雨落真长的时间，一直到水退，总经过1冬过10天。那看见这陆地顶面的水拢退，伊就行落这个大船，献祭，然后上帝就甲拿阿立约。上帝讲伊无搁再用大水毁灭这个所有的万物，伊用一个坑，这个坑来做立约的记号。所以今仔日咱看见着落雨了，
看到这坑出现的时阵，咱得当想起上帝甲拿阿所立的约。但是上帝虽然是甲拿阿立的约，上帝嘛透过这个坑来甲咱立约。所以今日牧师要透过三个无共款的角度，甲大家做伙来思考，这个坑的约带予咱什么款的意义？咱首先第一项，咱要对这个坑的形状，伊的外观、伊的形状来思考。咱看坑亲像啥物货？咱看坑亲像啥物货？亲像桥吼。但是咱来理解坑伊原本的意思毋是桥啦，伊原本的意思是弓箭的弓，伊亲像一个弓箭，伫天顶出现。你要理解弓箭是啥物货？弓是武器对无？伊代表是要毁灭、要造灭的一个工具。所以当咱看见着天顶即个坑出现的时阵，伊是代表一个弓箭的弓。咱来去想着啥物货？第一项，咱去想着咱是有罪的人，原本的亲像那迄个时代的人类，咱应该爱受造灭啊，咱爱受刑罚。所以这个坑是一个记号，是一个咱是罪人的记号，咱是罪人的记号。但是坑却被上帝的疼来转化，成做一个救恩的记号。拄则有人讲，坑亲像一条桥，对无？亲像连接人甲上帝中间的一个桥。所以原本的是造灭、是毁灭的工具，今仔变做一个疼的拯救的记号。所以上帝甲那立约的时阵，上帝安尼讲：我应允恁所有的生物、所有的万物，无搁再被大水消灭，无搁再有大水来毁灭大地。这个应允是宣告讲，无搁再有迄个大规模的造灭，代表这个应允中间，上帝有救赎的恩典伫咱的中间。亲爱兄弟姊妹，伫圣经中间，毋是简单坑有这个代表的意义。咱来看到另外一个甲坑相共，叫做十字架。咱来理解十字架伫罗马时代，迄个时代十字架是啥物记号？是一个死刑的记号，是一个犯重罪的人，要用十字架这个死刑来定死。但是今仔日因为上帝的疼，伊将这个记号来转变做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伫落雨了，看见着天边的这个坑的时阵，当咱抬头看见着教会顶面的十字架，也是咱人头前所拍这个十字架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原本的咱是应该爱受刑罚的一群人，但是因为上帝的疼，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咱甲上帝立这个救恩的约，特别是咱等的要守圣餐，这圣餐嘛是一个记号。这是耶稣基督拍破伊的身躯，流出伊的宝血所带来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这是第一项，咱对这个坑的外观来看所理解的这个意义。第二个部分，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看是，咱若对坑的色彩咱会当理解有几项真重要的信息来对咱讲。咱知一般来讲坑咱拢讲有7色对无？其实咱来理解来讲，这7个色是伫天顶用这渐层一层一层的方式来排列出来的显现啦。其实伊迄个一个色甲一个色中间迄个有千变万化的这个色体这是人所无法度做出来，这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啦。所以这坑的水咱看到坑遐尼水，咱特别我看到有人常常咱最近咧通讯软体做方便有人看到坑来翕起来，我都来发表出来因为坑实在是太水了，这款的水是无法度用言语所讲的伊是代表一个完全的美好，而且
伫圣经中间咱知七吼，是咱会当用咱的肉眼去分辨，伊有7种色吼。这7是代表完全的数字，所以代表上帝甲人立的这个约定是美好而且完全，是上帝上界美好而且完全的安排。上帝要拯救人，要恢复伊甲人的关系，所以咱对这个经的设置，咱会当理解。为什么这个约定遐尼美好佮完全吼？因为透过这个约定吼，透过这个约定，上帝要带人进入光明中间。为什么安尼吼？咱伫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咱拢有做一个实验对无吼？今日牧师啦，将这个实验带来咱的礼拜堂吼，我有做一个这个彩色板吼。咱迄阵上课的时候，拢有做这个实验对无？你若这个来转吼，转了会变做啥物色吼？我转互恁看吼。好，你看，这转吼。你看，安尼有变做小可，因为我这设置毋是为了真啦吼，所以大概小可看起来是白色，但是小可浮浮安尼啦吼。但是咱来理解来讲，这个7色吼，7个色的光吼，来合起来，竟然是变做一个白色的光，代表这个7色的约定，伊是要带人进入这个光明中间，而且欠一项都无法度成立无，咱来理解吼。所以这个色散的实验吼，帮助咱对经甲上帝荣耀的关系有更较深的领受。白色的光是象征上帝的圣洁，拢无一点仔杂质。咱理解，伫那个时代落大雨的时阵，世间是黑暗的，但是经历迄个黑暗，到尾雨停了，迄个光出现。上帝为因准备了这么水的一个光明，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款的约定是要带咱进入迄个完全的光明中间，而且这个设置吼，有遐尼千变万化的设置，是代表上帝所赏赐咱的恩典是遐尼多彩多姿，是丰盛而且美好的。所以这款为你备办的恩典，你够较无？如果咱若有希望甲上帝立这款永远的约定，牧师接续阁有一个提醒，就是甲这个经的显现有关系。第3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经的显现吼，有2种真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伊是永远无改变的。虽然咱经的出现吼，无亲像日头同款。每一天固定对东到西拢会出现，但是空是自古到今拢无消失的。无论咱的生态安怎变化，落雨了，拢有空，拢有机会通出现。所以上帝安尼讲，上帝讲，我互我的空伫云顶面出现，成做立约的永久的记号，表示讲，伊这是一个永远无变的一个记号。咱对古早人到今仔日咱的人，甲未来的人，拢永远会向看见到上帝甲咱所立约的这个记号。但是牧师嘛要互大家知影，你若有物理的常识，你就知影，毋是每一遍落雨了，你徛伫倒一个位，拢会当看见到空。所以咱来理解空伊有特别产生的所在，就是这个人要看到空的人伊爱背对阳光，日头爱对伊后壁面射来，然后爱有特定的角度、甲适当的范围内底的人，才会当看见到这个空。所以互牧师一个真大的感动，就是讲，咱要安怎甲上帝立这个永远的约定，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立这个永远的约定。爱伫耶稣基督内底，你会徛踮伫耶稣基督内底，咱才会当得到这个永远救恩的约定。这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愿意甲咱立这个永远不变的约定，但是只有徛踮伫耶稣基督内底，咱才会当承受这款的救恩。咱爱记伫咱的心中，特别是咱每一遍。咧强修圣餐的时，咱看见到
耶稣基督的身体为着咱拍破，伊的宝血为着咱流出。这款的约定，减讲咱无要承受吗？只有赶紧来到耶稣基督内底，咱才当甲上帝结连这个立约，而且美好的关系。最后，牧师要用一点仔时间甲大家分享。牧师进前有叫大家爱详细去看创世纪第6章甲第9章，这是关于挪亚的故事。咱今仔虽然无读，但是咱知影挪亚的故事吼，有一个无完美的结局无完美的结局。伫挪亚的故事第9章吼，咱今仔读到17节对无？你若对18节继续读吼，你会发觉讲哇，尾仔因挪亚的家庭出现一件无啥完美的结局就是圣经中间讲挪亚是做事的伊是一个农夫，所以伊有种一座葡萄园，后来伊用葡萄园来发酵成做酒圣经中间讲伊啉酒醉啉酒醉了，将伊的身躯顶的衫来脱了然后困伫这个帐篷中间。圣经中间安尼描述讲，有一个囝叫做含看见，就马上去打这件代志，打伊的2个兄弟讲，哪有3个囝嘛这含看了，打闪甲阿佛讲这件代志叫闪甲阿佛知影讲目睭去看到老爸脱肉体这是老爸真无阳光的代志，所以伊毋敢看老爸脱肉体，摕着一领迄个长衫然后毋敢看，用退后的方式2个人摕即领衫来盖的，然后面对外口所以伊无看到因老爸这赤身裸体的形状后来那酒醒了，伊知影伊上届细汉的囝含所做的代志，伊就救助这个含的囝叫做迦南这段经文中间有人咧读这段经文有真侪妖异其中有3个真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讲，那啉酒醉到底有毋对？第二，你讲含出去，但伊的兄弟讲，伊的老爸脱肉体这件代志，到底有犯啥物大的错误？第三项就是为什么含犯错误，伊的囝迦南却受咒诅？这是圣经学者咧研究这段经文的中间3个大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真复杂的课题啦咱若要今仔要分享可能爱开一个查经班来讲但是牧师用上介简单的方式甲大家分享，因为这圣经学者有真侪无共款的讲法关于这段牧师用上介简单的方式甲大家分享这3个答案第一项就是讲，那因为酒醉，伊犯啥物款的罪？伊犯失态的罪啦伊原本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伊有一个真好的形象，但是因为啉酒醉，无法度控制家己带赤身裸体赤身裸体是一种见笑的象征啦，所以伊犯了啉酒醉，犯了失态的错误这互咱一个警醒无论你到要选总统，你拢毋通啉酒醉所以这互咱第一个提醒第二个问题就是讲真不幸的这件代志，互伊的囝含看到做一个囝的人，原本看去老爸这款失态的状况应该马上起来抓含起来嘛，结果伊无安尼做反倒转去来别人讲，去来因2个兄弟讲虽然咱毋知伊安怎讲，毋知伊用啥物款的态度讲，还是讲伊伫这过程中间做啥物款的代志，咱无清楚。但是咱了后，咱对哪的话语中间知影讲，含对伊的老爸的行为举止可能真轻视啦，可能来踢笑，还是讲伊做啥物无应该做的代志，所以了那就咒诅含的囝迦南为什么老爸犯错去咒诅伊的囝？我是安尼理解咒诅伫囝身上比咒诅伫家己身上更较艰苦。所以这是整个家族的问题但是咱会当理解讲，圣经伫遮将这个家族的丑闻记载伫圣经中间对这件代志中间，咱得到2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咱看见着一个完全人，伊完失败
这是其实咱是应该爱感谢上帝，就是讲圣经将这个代志吼，忠实来表达出来吼。圣经中间原本在讲，那是一个义人，当时的世代，伊是一个完全人，那甲上帝同行，这是咱顶回讲过嘛吼。那被上帝拣选，成做一个拯救的恩线。但是虽然伊是一个遐尼互上帝欢喜的人，伊嘛是有无完全的所在。哦，所以咱看起来圣经确实是上帝所启示，哦，毋是照人的意思写的。你要理解吼，那照人的意思写的吼，绝对袂写安尼对无？咱看起来历史上真侪伟大人物吼，哦，拢无可能犯错，犯错拢是别人犯的，哦啊，所以历史记录这伟大人物大家拢是完全人，但圣经毋是安尼，圣经将这个人。虽然伊是信仰伟大的人物，但是伊有原是软弱软弱的罪人。咱看起了摩西，摩西是一个真伟大的人物，甚至以色列人，咱讲伊是以色列的国父啊。但是咱来理解，圣经记载伊是一个杀人犯，嘛因为伊杀害死人，所以伊较去旷野内底，成做一个牧者嘛。圣经中间代表咱知影是上帝所欢喜的一个人。但是圣经依然将伊所犯的错，伊犯奸淫，佮犯杀人罪，拢来记录伫咱的圣经中间。所以，互咱明白世间无一个完全的人，吼。所以圣经忠实记录这个人，是要互咱知影，咱每一个人拢是无完全的人。但是这同时嘛是一个鼓励，吼，因为上帝会使用犯错的人。如果那一生拢无犯任何的错误，咱会感觉讲哇，我要成做亲像的人，我是无可能的。吼，但是伊无完全，伊亲像你甲我相共，遐尼无完全。所以咱会当理解，如果上帝要使用一个完全人，咱中间无一个人会当成做上帝所使用的人。但是上帝使用亲像相款即款。普通的人，伊爱犯错的人，就是亲像你甲我即款的人。只要咱对心内真心愿意被上帝所使用，愿意学习完全跟对上帝，咱会当坚持到底，安尼咱的一生会当互上帝成做上帝使用的一个器具。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段是互咱一个真大的鼓励。咱今日看去上帝甲咱立约。透过耶稣基督甲咱立约，咱也看到上帝要使用咱每一个人，成做伊的器具来荣光伊，来祝福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透过那的生命故事来学习济的事。主啊，阮恳求你，亲像你咧竞选那同款，阮也愿意被你竞选。互阮会当继续透过阮的生命来见证你甲阮所做彩虹的约定，求主帮助阮。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这时阵，咱备万心要来守圣餐，咱来吟圣诗219首，圣诗219首，主你的身躯替我受伤拍破，请咱起立来吟。
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于伊的教会的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也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倒，享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来听主耶稣对咱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囡仔着无我担重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伊安尼讲，要喙焦因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平安，甲恁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被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虽然达成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因为主，现在按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一个宴席，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的圣别阮，也圣别者的摆咧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的性命不断成长伫你稳定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这饼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为咱拍破的身体。虽然当咱摕到这个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的牺牲，咱得到拯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今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就今安尼来孝念我。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当咱摕到这个杯时，咱伫心中感谢主，伊流出宝血，互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跑，这是基督的宝血，甲咱立的心约。所以咱若啉的时，就请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因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咧，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愿全心感谢你的听。阮透过你的圣餐，搁一遍，互阮明白，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的，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他了后会当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阵，咱要备办奉献。若是第一摆来做礼拜，兄弟姊妹，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请你免勉强。做奉献的感谢，特别阮的主，阮的上帝，愿感谢你，你赏赐互阮这清盈有够业，互阮伫无欠缺的当中，愿献上感谢。阮也知，这一切拢是上帝你的怜悯甲主爱，你的恩惠是落伫阮，互阮毋是靠阮家己的才调，是上帝你特别的怜悯。阮答也愿意将阮全心全心来献伫你的面前。金钱代表阮的心，
互阮用上帝你所定着伫阮诶所领受诶，阮甘愿欢喜献伫你诶面前，愿上帝你甘纳做圣工诶路用。感谢奉耶稣基督诶圣名，阿门。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第4页。本周特别的事工，今仔日是总会所定普世事工纪念主日，呼吁兄弟共同关心普世的宣教事工，并用咱的代祷甲奉献来支持对台湾差派到各所在的宣教师，互福音会当传遍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具体的关怀，本会会友姜赞菊云姊妹，就是姜真如姊妹的妈妈，伫8月19安息主怀，定伫9月初9，后礼拜上午10点半伫第2殡仪馆景永楼地下1楼的真爱一室举行入殓火化礼拜。迄个晡点半要伫本会7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参加，也愿上帝安慰遗嘱。青年牧区净滩活动，咱今年要参加七星中会教社部主办的净滩活动，日期是10月13下午点半对本会1楼出发，要去金山的中角湾。请咱的小组长或者是市文会谢英云干事报名。8月188月25洗礼的这个相片已经有做光碟请咱有需要会当郭义勋干事来替哈。来，咱看第5页，祈祷会消息。请咱特别需要代祷服侍的兄弟，伫第3场礼拜后，会当来到讲台前，由咱的牧师长老来代祷，也会当为同工会当咱代祷的同工来为咱需要的人来代祷。以外，咱有中保代祷的事工，伫7月初，咱已经正式来启动中保的代祷。请咱会当伫咱的座位头前有代祷卡，为着个人的，为着教会事工的，咱嘛有英文的感谢卡，请咱会当伫遐来填写，是伫10楼还是7楼的代祷箱，就是伫确定咱出去走廊，咱要出去迄个楼梯边迄个所在有一个信箱，咱会当来落伫迄个所在。请咱掀开第6页。装备委员会奖学金的消息，这个有特别爱来互咱了解吼，咱注意就是咱毋是干那奖励迄个成绩特别好吼，足好迄种的主题吼，咱嘛鼓励成绩有进步的吼，所以咱有成绩进步奖吼，所以咱注意来看这个办法咱来申请教社委员会消息，特别是盲朋友查经班的灵修会，互咱的视障的朋友会当了解吼。主题是全人异地的发掘，讲师张仲福牧师、张仲和牧师，时间是9月初5，本礼拜四的早起9点到下晡的3点半，地点伫7楼礼拜堂。欢迎咱的视障朋友来参加，咱有准备午餐，请咱美仙干事报名来摕迄个餐券。
以外，咱的各团契以及各单位的事工，请咱会当家己来看。以上报告，咱请牧师来欢迎新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这有郭信仪小姐，郭信仪小姐，不知伫倒位哈？来，第二位是这个对台南富荣教会来，李维文、黄蜜珍夫妇甲伊的囡仔哈。欢迎。第三位是涂新红先生，好，是新远的堂弟哈，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无介绍到。牧师来补充报告一点吼，就是讲咱的周报中间的第7页吼到第8页，这第7页上落尾有一个教会信息的研习会，或者是咱中会的大众传达部所举办的9月初7拜六，对下午9点开始吼，伫咱教会这个所在举办的一个信息的研习会吼。咱请大家会当拨时间来参加，会当学习真侪即个新的信息，或者诗歌。另外咱教会的音乐总监甲真侪同工吼。譬如讲熊牧师娘拢有参与伫即个中间所以请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透过安尼来装备家己吼。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多谢。咱来吟上迎圣诗511首，何乐上帝至权至尊，请咱起立来吟。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平安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强受垂劝。